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我发现竹子常会出现在传统客家生活中。不止合院住宅旁会种竹子，生活用具也常用竹子制作。今天我就要来学习一项客庄绝活竹艺。阿爸，你是以前就开始做这个竹制艺品吗？我以前做的不是这个竹艺综合类，我是做竹编，做那些东西。那个竹编会比较复杂，比较多人做那些东西，所以我改成这叫竹艺。把竹子削成艺术品。那这个竹艺用的这个竹子是跟竹编有一样吗？竹编是长木竹，然后我这个它要节比较长的可以劈的，而这个桂竹是比较耐用，然后比较坚硬，做出来形状会比较有韧性，比较有那个。你看这个我记得就是竹子啊，它是有分，就是好像要几年以后会比较好用。那这个是几年？3年竹。3年的。那你内行。4年竹会枯萎的，韧性会比较不强。2年以后的3年的竹子最好。吕老师说，竹艺作品的桂竹可不是随便都能做，要看年份，精挑细选。接下来，背包客就要亲自动手做竹鹤。你这个压这个头是这个方向，然后要翻回来，这样压它是反方向，它才有 S 型啊。一个弧度。好，有个样式啦。好，再修整，方向要搞正。这个是要往下压，这个是往上拉。好，我试看看，往下跟往上，这是往下。对。哇，你很巧呢。然后那个往上按。透过铁管导热，将竹片塑形，慢慢调整姿态。竹鹤的身体成型之后，再尽速泡冷水冷却固定。我的第一个竹艺作品就完成了。其实啊，我非常喜欢这种竹艺品啊，因为它是非常有温度的。那它是要靠就是人工啊，像我们刚刚这样子一点一滴的把那个弧度用出来。而且啊，其实它看起来很像一个装置艺术，它也很像一个便条夹。像只要我有那个纸啊，我就直接从嘴巴这里这样放进来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便条夹。